開門殺係指車門突然之間以開盲盒嘅氣勢彈射出去，喺0.5秒之內完成從金屬板到線形攻擊區嘅形態轉換，成功用物理方式驗證牛頓第一定律。物體或者路人喺唔受外力嘅情況之下會勻速直線運動，但突然受車門力會瞬間變成拋物線運動。用坤哥嘅說話嚟形容呢，就係呢一隻門開到呢，就當年秦始皇統一車道都冇你咁霸道，簡直就係道路刺客啊！而遭到開門殺嘅電雞或者路人，一般都會蛇形走位、團殺漂移，最後同我屋企嗰隻貓一樣，識後空翻㗎。一直以嚟，司法實踐對於乘客開門殺嘅責任主體呢，都存在唔同嘅理解。好多人都會認為係開門乘客嗰一方個人嘅對外侵權行為。畢竟阿婆走得快，肯定有古怪。你開門開到3倍速咁，開電雞嗰個係美隊都避唔開啦。但係近日喺最高院發布嘅交通事故責任糾紛嘅司法解釋二徵求意見稿裏面，明確咗乘客一方嘅開門殺屬於機動車一方嘅責任。受害人可以要求交強險同埋商業三者險去賠付，確立咗保險先行嘅賠付順序，亦都確保咗受害方可以及時從有支付能力嘅一方獲得救濟。雖然保險公司一般有2樣嘢唔賠，就係呢樣唔賠，嗰樣唔賠，但係有新規明確之後呢，保險公司就不得再以乘客非被保險人為由拒賠。假如優先賠付之後呢，商業險認為乘客存在重大過錯，可以向乘客追償嘅。我想講呢，新規提示我哋各位菜雞老司機，尤其係網約車出租車老司機們啊，停車嘅時候記得同路邊形成45度夾角，唔好俾嗰啲電雞捐入嚟，同埋裝好後排嘅門鎖同埋後視鏡。每次快到目的地呢，就要提醒乘客唔好急，觀察安全之後再開鎖開門。開運營車輛真係高危行業嚟㗎，賺住奶粉嘅錢，操住賣白粉嘅心。考駕照嗰時都話你知，靠近路邊要30高分停車㗎啦。而乘客方雖然唔係賠付嘅優先責任人，但係保險一樣可以揾你追償㗎。開車門係一門空間共享藝術，開門之前請將動作慢放3倍，同瘋狂動物城嗰隻 Flash 嘅微笑速度一樣。請你將每一次開門想像成為開啟一扇任意門，你永遠都唔知道門外係平凡街道啊，還是速度與激情嘅片場，亦或係路人嘅慘叫聲啦，同埋電雞司機脫口而出嘅文明用語詞彙展。謹記荷蘭式開門啊，各位！關注我愛江律師，你會幸福㗎。